白銀價格1年之內可以暴漲超過300%，係黃金同期升幅嘅1.5倍，但係亦都可以喺單日入邊大插30%。咁瘋狂嘅走勢係泡沫爆破，定係更大牛市嘅開端呢？如果白銀真係仲有肉食，而我哋又唔想站着如嘍囉，咁有咩策略可以做呢？不如試下一擊一實。我哋有一個交易嘅程式 Flash， 專係為智能突破而設嘅策略。試想像一下，你係一個有勇有謀嘅狙擊手，一直沉住氣，用望遠鏡觀察目標範圍，靜候出手嘅時機。我哋而家試下打開呢個程式嘅參數列表，裏面嘅 Trade Start 同 Trade Level 就係用嚟鎖定目標範圍，亦即係潛在嘅支持阻力位。我哋依家可以見到喺陰陽燭圖表上面，當 Flash 偵測到目標出現，就會立即出現咗 Buy Stop 或者 Sell Stop。至於出手時機呢，一旦價格有動能出現突破，觸發咗入市條件，程式就會按照我哋 set 好嘅參數全自動執行。當市場真係出現突如其來嘅波動，到咗盈利目標，Flash 仲會自動執行出市鎖定利潤。但係咪一定必贏嘅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Wing Sir， 一個研究咗量化交易策略好耐嘅投資人。即刻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去感受量化交易嘅威力啦！